2005年度香港小姐競選15號陸詩韻。唔知道我算唔算係幸運呢？入選咗05年嘅香港小姐競選，當一屆呢水準亦都偏高嘅。除咗身材好啦、顏值高之外呢，學歷亦都非常之高，仲有20位佳麗咁多喎，的而且確係有啲壓力嘅。不過我就只係換票性質，所以對住鏡頭嘅時候都可以相對地輕鬆一啲。咁當然啦，比賽之前都係要配合好多訓練，例如對答啊、儀態啊、化妝啊咁。雖然呢過程係有啲辛苦，又成日都唔夠瞓，但係呢都學到一啲我從未接觸過嘅人同埋事嘅。喺比賽嗰日，我哋每位佳麗喺台上台下呢，其實都非常之緊張，亦都諗緊究竟過咗今晚之後，大家嘅去向係點樣嘅呢？到咗最尾要公佈結果嗰一刻，其實個心都喺度諗緊，究竟我聽日返唔返去做空姐好呢？真心嘅，入咗5強，我都覺得自己係贏咗㗎喇。跟住聽到智慧哥嗌亞軍陸詩韻，我第一個要多謝嘅就係喺台上面企喺我隔離嘅爸爸。呢一頂后冠教曉我，人生最閃亮嘅獎賞，往往喺最意想不到嘅時刻降臨。